大家好，我是谢雷。今天我父亲给小孙子举办了一个周岁礼抓阄宴，因为他是早产1个月嘛，所以说月龄要扣掉1个月，那么7月份他才刚满1岁。那什么叫抓阄？古时候呢又叫试儿，就是请亲戚朋友们吃个饭，在桌上放上各行各业的小零件，就代表那个工种的，让孩子在桌上爬，看他抓到哪个，以后就有可能从事这个行业，这就叫试儿。弟弟，我们要出行了呀！要抓阄去喽，弟弟，红衣服。哎，凤羽记的私人定制手把菜，多一桌，看看精彩啊！色彩呐喊，那个在布置孩子最闪丽，朋友们看看那个环境。那个就是等些个试儿，也就是抓阄。一只白相配一只厨房间，单独个厕所。金子啊，恭喜你家宝宝长7岁啊！好的，祝小宝宝健康成长啊！现在辰光过得蛮快的，6年前头结婚，也是那个婚庆。哎，今朝也是你帮你布置的。我觉着现在侬想让我喊我布置，我真的非常开心。我觉着你打扮得真个编织的。弟，哎呀，阿姨真漂亮！假使你结子婚这样嘛，现在要6岁了。哎，我阿条班啊，看看阿条虽然个高子，阿条虽然个高子，哎，那看看。结婚。哦，不，还没有封的，还没翻回。哦。阿条难得办个上冷门子，很热。厨房给我一把葱，寓意聪明。今天从菜到酒一奉到底。你们这个是每人1位啊？这什么东西？我来看看。哇，冰镇龙虾。来，2位请。对，水炖5多只。先吃只鱼板花。上下下来哈。今朝龙虾精吃，13香龙虾，蘸泡菜、药生后母、素食蘸肉，乖乖适刚上一点，肉么很深。就那打吃下来米蛋呢哈。吃只金汤女蛙腿。蟹粉裙边烩三虾。这只菜不得了，整个准备再能个一球帮你摘下来着。菌菇海肉汤。蔬菜荷塘鱼丝、荷花丝瓜汤，还点5是凤羽记1日，冬瓜海肉片、红山牛肉，点心来着，放干3鲜汤。面条上有字。哦，这个是面条。小小刘因为是早产1个月的，所以7月份的这天才是他的周岁生日。水果总算上来着，今朝个色彩结束。最闪，哦，快是快改，就你给我，两个冲上的意思。聪明。酒过3巡，准备抓阄了。早上磨丝嘛，鸡腿师傅，馒头，早上馒头嘛，下趟做吃的；早上碟子嘛，下趟弄音乐的；慢饼嘛，下趟书法教；再还拿一只黑的，下趟做锅。我抱下来着。让你剥。早拿个。哎呦，啊，倒水。是的。哦，我也招了呢，我也招了啊。好。打你。哎，那里又吃是可是也看，没想到儿子抓了一本《弟子规》，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安排。